人开馆授徒，充满了蓬勃的气象。同时，在闽南的实音呢，也被民音系还有高打戏跟打成戏所吸收，作为戏曲的场景音乐。闽南实音的起源很不容易真正找到文字的证据，但是从曲牌跟乐器上的考察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它跟北管系统比较接近，和南曲呢就相差得很远了。所以闽南实音很可能是从北方传来的乐种。接着我们就来欣赏一段闽南的即兴吹打乐《锦绣前程》。